花西在地新聞，後來鄉親啊，咱繼續要來講，今仔日是農曆的7月初1，開鬼門。高雄的八德宮來真濟人排隊，要領這個七星鎖保平安。另外，屏東的東龍宮嘛來真濟人要祭改淨車，希望神明保庇平安度過這個幾啊月。也閣有嘉義新港的奉天宮，廟方是來舉行着封真古的儀式，就是要避免這個真古去勾扯着好兄弟啊。舊曆7月初1鬼門開，高雄八德宮路口排真濟民眾，為廟前排到廟外，看袂到尾溜，騎車洗車民眾天天咧掛危下，行路上少愛15分鐘。行入來廟內底攏是信徒，經起民間風俗，手把紅線拍7個結，這7星說法會當對煞。想說農曆7月，然後來替家人求個平安符，這樣子保平安啊，然後擋煞，就覺得它是那個銅錢，然後還有綁7個結可以擋煞。超多人的，就想要早點過來看會不會比較少人這樣。早起時向來廟裡領7星鎖的民眾，比方預計會發到舊曆7月中，等到7月過，民眾對當家己家調，這個早登來廟燒。沒有限量的，基本上是因應你們的需求。其實很多沒辦法做一個。對。另外，在咧屏東東港的東龍宮，因為咱人7月祭改會休1個月，像在咧門開前上尾一暗。同款嘛是來真濟民眾要祭改，長輩信徒跪在咧神壇頭前，由廟方人員來下旗下做祭改儀式，冇真濟車主來進車。盡量大家做代志彼此行動你較注意。閣一擺看到嘉義新港奉天宮將百年古禮舉辦封真古的儀式。廟方人員佇咧真古打封條，舊曆7月開始，奉天宮暫停泡熱弄口，就驚去檢查到好兄弟。尊敬咱這個好兄弟輩啊，來到咱這個房間咱賣用錢較好，各辦法嘛同款吼，咱攏會當個省起來。南部各地照無共民俗，緊接舊曆7月，民眾透過傳統的儀式來祈求平安。